来这个高雄甲台南的肉燥饭大饼肚，高雄率先来公布到20间票选王区的肉燥饭，佮邀请到几哪位大总铺来选出到10间推荐的店家，其中有一间50年的老店，这是古早味的，用豆油甲红葱头来炖出到一鼎香公公的肉燥。另外，佮有店家本行是卖鹅肉的，甲这个鹅油掺染到肉燥，互人食一解都会笑脸。 规鼎落甲油金的肉燥，这常选温体猪肉，味加产的比例是7:3，来搅拌简单的滋味，互人一喙刷一喙，人客一食就是几啊十年，互人去想到做囡仔的时，阿嬷的味道了，很传统啦，吃下去不会觉得很油腻。 高雄当日举行的肉燥饭的比赛，除了20间人气票选的店，观光局还有请真侪重量级的评审，像这个法国的名总捕师简天才，美式的文学作家林燕丁人，选出10间正金的名单，像益祥林、北红肉燥饭，也有这间老店怀念的古早味传承50年。古早味油葱豆油，安尼尔，猪肉一定要手工剁的，有法度。南部口味拢袂歹啊。 专家推荐的名单，除了这个专卖肉燥饭的，也有这个牛肉店嘛来斗闹热。要芳上刀进前爱搅这味，干那因兜才有。黄金色的油葱无猪油馅，加淡雅清爽的感觉，食几啊碗嘛袂感觉味。比较没有那么负担，然后就是很清爽，会一直想吃下去。更清爽、更优雅一点。比如讲很味啊，长一般人讲猪油，有时候人会说太厚的话、太重的话，会比较腥味比较重一点。 伫街头巷尾的肉燥饭，有人就爱食几啊十年拢无改变的古早味，嘛有人介意一寡变化，这个平民的好滋味，真正是互人怀念。